後來鄉親繼續來看南投竹山的連興宮媽祖經年度的大代誌，迎媽祖回後頭正式來起鼓，由社寮、婦冑等4個傳禮輪流來請媽祖登去後頭厝。竹山連興宮年度的盛事，迎媽祖登後頭厝的活動熱烈登場。要來請咱這團兩神馬，要當去娘家做客，這個活動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。大家就4日今日就後半日、中日來做迎接，還就來咱連興宮。當年舊曆2月，攏是社寮、山中、婦冑、中央等4日來輪流請媽祖。今年是中央日來負責，出動超過200個人。真歡喜，眾志成城的心，一大群人200-300個人，專工來到連興宮恭迎媽祖回鑾。咱這個兩神馬過去啦，就是捌帶到社寮4日過，因了來當時咧200多年前請來離咱竹山連義宮。兩神媽祖嘛會佇4月初5回鑾到竹山連興宮，當日嘛有真濟表演活動甲暗會，歡迎民眾做伙來迎媽祖。Hello， 我是林純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或是體壇動態嗎？趕快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